今日嘅词汇韩国记嘅都教本大家了，唔知有记起来冇啊？迄个是讲还蛮学到冇相关，接下来就系人嘅复习时间。同、老、同、老，华语的意思是和、跟、和、跟。我同唔講，我同唔講，我老唔講，我老唔講。華語的意思是我跟你說，我跟你說。唔做得同先生講，唔做得同先生講。做得老先生講，做得老先生講。華語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和醫生說，你可以和醫生說。我同叫會講，我同叫會講，我老叫會講，我老叫會講。華語的意思是我跟狗玩，我跟狗玩。愛，愛，華語是要，要。我愛學咩話，我愛學咩話。華語的意思是我要養貓，我要養貓。我愛學叫話，我愛學叫話。華語是我要養狗，我要養狗。我愛學釣話，我愛學釣話。華語的意思是我要養鳥，我要養鳥。來去，來去。華語是去，去。我先來去參加志工活動，我先來去參加志工活動。華語是我先去參加志工活動，我先去參加志工活動。我先來去掃描查資料，我先來去掃描查資料。華語是我先去上網查資料，我先去上網查資料。我想先來去了解基督，我想先來去了解基督。我想先去了解他們，我想先去了解他們。我想先來去了解伊哋，我想先來去了解伊哋。今日客家苗路學院嘅動物篇、寵物篇就呢一篇了。我係今日嘅主持人星嘅，唔知大家有學會冇啊？下卡到精彩嘅課程內容，歡迎收聽客家苗路學院哦，有閒再來了。